你好，我係1號分學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元朗站 Green 1號睇一個3房1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89尺。我哋依家即刻入屋參觀。呢度係單位嘅大門。好，我哋依家入廚房睇先。廚房係 U 型嘅設計，咁啊雙星盤啦，雙爐頭、雙灶頭，咁啊工作台非常足夠啦。好，今日依家嚟到工人套房，好，我哋依家嚟到下飯廳長方廳嘅設計啦。由客廳望出去嘅方向係向正南，大露台望出去嘅景觀，開揚山景，繁華都市景。呢一邊係飯廳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就嚟到客廁，設有浴室寶啦、企缸嘅設計啦、梳列浴缸嘅設計。跟住嚟到主人套房。由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，內園靈池開揚山景。主人房設有大衣櫃位，咁啊呢個衣櫃位超過2米啦。跟住啊主人浴室，浴室寶啦，浴缸嘅設計。跟住嚟到下房，下房同主人房係一樣嘅方向，向正南。另一間客房方向係向正南。望出去嘅景觀。咁依家單位睇完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